情感遲鈍又叫情感麻木，指嘅係廣泛嘅情感反應減弱。情感遲鈍嘅人喺談論通常會激發情感嘅話題時，好少有豐富嘅面部表情同聲調改變㗎。我哋嘅日常生活係依賴正常嘅情感，該笑嘅時候會笑，該興奮嘅時候興奮，該恐懼嘅時候會恐懼。情感使我哋做出恰當嘅反應，呢個對我哋嘅生活係好重要㗎。情感遲鈍對工作、家庭同社交生活都有不良影響，患者會感覺自己同呢個世界格格不入。正因如此，患者經常因為情感遲鈍而停藥。呢種不良反應會令患者造成咗困擾，亦對抑鬱症嘅治療帶嚟咗麻煩㗎。SSRI 引發嘅情感遲鈍同血清素有關係，因為血清素對情感有普遍抑制作用。講到血清素，我哋通常都會諗到 SSRI 可以治療抑鬱症，所以血清素有助於減少負面情緒，好少有諗到佢對正面情緒都有抑制作用㗎。